台湾关税税率单要被公布，面对呢这国际局势，东元电机的董事长李明宪是指出讲，这企业界都要会晓寻求，才通快速来应变。啊，那随其供电的董事长是强调讲，都要掌握到这供应链的优势，也有企业价值，才通教人来请拼。美国对顶关税8月初大限特别接近，台湾关税税率也要出来，不过包含美中贸易战、川普2.0、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台湾企业伫一波一波的国际风暴内底向前行，贸易壁垒改变供应链的布局。经过70年的老店东元电机，同款也要面对国际化的挑战。我想，除了就是说移转定价。还有生产基地的一些改变，或者是跟 buyer 之间的一些协商，这些都有啊。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根据前几年经济部长去调研发现，就是说其实厂商担心的可能是汇率远大过于关税。东元电机董事长李明宪认为，企业上重要是有韧性，应真紧调整应变反弹，也是关键。危机内底也有新的机会，有第一代接班的培工模组大公司随其供电，抢先一步伫全球布局，用大量并购的方式，第一时间低成本提高高质量技术甲人才分散风险。觉得追根究底还是企业供应链的竞争力。如果我们有一些是终端客户，或者是我们下游客户不可取代的价值这个在我们在谈论在这些成本分担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筹码跟 bargain power。真侪亚洲企业目前面临接班甲国际化的相挺压力。无到40岁，随其供电董事长洪秀超认为，企业整合自身无可取代价值，留定调整供应链，才能伫变动内底找到竞争的条件，面对关税挑战。记者综合报道。